医疗消息，台中市最近5年来，乌卡也就是送到病院进前已经无开心脏定期的案件，平均每一年有2000几件，这是6都上济。为了增加高级救护技术员，提升急救的能力，台中市消防局甲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的病院合作，开办8个月紧急医疗专业的训练。 30位消防员咧学习高级救护技术员训练，包括骨内注射等等，希望透过侵入性急救来减少乌卡，嘛都是到病院进前心肺功能停止案件的增加。在 CPR 或者是在严重外伤有低血容性休克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快速的帮病人建立这个周边的静脉管路。 这5年以来，台中市乌卡案件平均逐年大约2000多件，是6都当中上济的。所以希望透过提升紧急救护品质计划，来增加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能力。包括 ACLS， 包括小儿急救的 APLS， 包括外伤的2个课程，一个是 ETTC， 一个是 PHTLS。希望透过这个课程，会当提升台中市的救护量能。 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